這10年來做過的事，能令你無悔驕傲嗎？那時候你所相信的事，沒有被動搖吧？對象和緣分已出現，成就也還算不賴嗎？旅途上你增添了經歷，又有讓稜角消失嗎？軟弱嗎？你成熟了，不會失去格調吧？當初堅持還在嗎？刀鋒不會磨鈍了吧？老練嗎？你情願變得聰明而不衝動嗎？但變成步步停下三思，會累嗎？快樂嗎？你還是記得你跟我約定吧？區區幾場成敗裏，應該不至麻木了吧？快樂嗎？